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天马行空》第2集。我是小张，会来录这个天马行空，就代表小张有新的想法，有话要讲。我的讲法大部分拢有文献，嘛拢有根据，但是有一个小部分是小张个人的天马行空，无十足的把握。虽然无十足的把握，嘛是爱来讲，讲出来，大家唔才有法度讨论，有讨论就有进步的机会。咱这集要来讨论的重点，就是丁达这2个字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出差错的意思。在教育部的网站内底，就写这2个字。但是写这2个字，到底有妥当还是无妥当？咱今日就要来甲讲清楚，说分明。一开始，咱就用教育部的写法，在先进两项的范围内，甲查丁达这2个字，出来的结果就是查无文献。搁刷落来，咱就用同款的写法，在汉代之后。甲查落，同款查无文献。既然查无文献，这就代表教育部这个写法真有可能不是正确的。那安尼，敢有啥物更较好的讲法，还是写法？来，请听小张慢慢说来。咱即马来讨论这个字，在说文解字内底写安尼：马载中南也，将马တင်聲。在中国文册内底的记录，嘛是同款记录读作တင်，珍贵的珍。在剧片内底，搁加写一字共义连词，但是这个字咱即马袂晓读，所以先甲弄过。意思就是马载重难行。这句话若是用白话来讲，就是在讲这个马载了伤重，寸步难行。若是强强要行，会发生什么代志？当然就是会失蹄嘛。马失蹄，甲人失手，拢共一个意思，就是会出差错。是不是甲教育部的讲法完全一模一样？咱话讲倒转来，这个字到底安怎发音？在说文解字内底嘛是写这2个字，将马什么声？这个字小张已经查遍啊，就爱读作蛋，第2条的蛋，将马蛋声。咱即马来讨论这个将马蛋声的字，在讲文内底有注明甲真清楚，爱读作上宾声，甲寒甲蛋。拢共一个韵母，甚至共一个声调，所以这个字就爱读作蛋，第5条的蛋。这个安的韵母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会使甲啊互相转韵。什么人讲的？就是我小张讲的，我负责。在台语黑白讲第48集内底，小张记例超过50字，欢迎各位来甲参考看卖咧。所以这个字蛋，若是转韵了后，就爱读作打，第5条的打。小张，这个安甲啊，敢真正会使互相转韵？真的啊！无咱即马就来无三不成例一个。第一个例，咱就来讲这个字，文音读作寒，第5条的寒，转韵了后，就爱读作寒。这个韵母的部分对安转韵作啊，这我有法度理解。有就是来无影去无踪，这我嘛有法度理解。但是我实在想无，这个声母。哪会对呵变作歌？咱即马来看小张这张表，歌甲呵这2个声母确实会使互换。小张早就已经写遍啊，绝对毋是空穴来风。所以这字寒白话音就爱读作寒。咱即马来讲第2个例，这个字的文音爱读作蛋，第5条的蛋，转韵了后就爱读作弹。除了安转韵作啊。搁加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有。第3个例，咱就来讲这个字，这个字的文音爱读作汉，第7条的汉，转韵了后，照道理就应该爱读作下。但是这个好的声母在白话音内底，当当去无去，无去了后，这个字的白话音就爱读作啊，第7条的啊。讲完这3字了后，咱即马翻头转来讲这个字，文音读作蛋。转韵了后，白话音就会使读作打，第5条的打。咱即马翻头转来看文献，不管是说文解字也好，乐片也罢，拢有写到这2字，音就读作丁打。各位要注意哦，是丁打，不是丁打哦。讲到今为止，小张所有的讲法拢有根据，拢有所本，拢有文献的支持。即马小张要来天马行空一下，是不是有可能？音甲英这2个音真相像，年久月深，所起的走音器，这就是小张这集内底
唯一的天马行空。啊，敢真正有因甲应读了走进去的字？有哦，这类的字确实存在，无大见阁未少。咱即马就来无三不成列一个。咱即马来讨论这个字，大家拢熟知。伫说文解字内底写呢，当夜、将心，什么声？这个字小张已经查遍啊，读作应、将心、应声。啊，这个字安怎用法？伫字文内底写答夜。咱即马来举例说明。小张，甲你讲话，你拢无应声，是毋是心情无好？这个所在就爱读作应。啊，这字应，若是甲答甲做伙的时阵，就爱读作答应。这是正港的共义连词。咱即马来举例说明。在梦中，林志玲向我求婚，我已经答应啊。这个所在就爱读作应。共一个字会使读作应，嘛会使读作应。是毋是甲小张讲的同款？年久月深，读甲走精去，嘛有可能是因为无讲究，这个音已经读甲乱去啊，嘛有可能。小张，你讲这个字会使读作应，嘛会使读作应，但是你敢有证据？当然嘛有。这个字的音伫教育部的网站内底有记录甲真清楚，确实会使读作应，嘛会使读作应，证明小张无胡白乱讲。讲完应。咱即马顺顺刷刷来讲这字答，读作答的时阵就是文音，读作答应的答就是白话音。安那会阁安呢？是安怎共字阁无共音？伫台语黑白讲第51集内底，小张捌介绍过入声字的尾音，有4种的收音方式，拢会使互相替换。所以入声字若有无共款的音是真正常的。有一个字甲这字应相通。就是这个字，同款会使读作应，嘛会使读作应。文献写伫遮，重点是运会内底这句话，通作应，两字相通。说文解字内底写语言对呀。小张伫这个所在提供这个字，互各位做参考。第二个字嘛是大家拢熟悉的字，所以小张直接就来开门见山。文音会使读作成，白话音会使读作神。啊，这个字安怎用法？咱来看文册安怎记录。下载上页，看古早的文人学者外交写就好。这字成有一字共意思的字，就是这字接。这两字若是斗做伙，就是正港的共义连词，读作成接。这个所在就爱读作成。阁有另外一个用法，咱即马来举例，用水桶去神河水，这个所在就爱读作神。是毋是甲小张讲的同款？因甲应这两个音真相啊，真有可能伫真古早的时阵，这两个音就已经读甲乱去啊。刷落来，咱来讨论第三个字。这个字嘛是咱逐工开嘴合喙拢会去讲到的字。咱即马来看汉典安怎记录。这个字确实会使读作轻，嘛会使读作轻。啊，这个字安怎用法？咱即马来举例说明。轻舟已过万重山，这个所在就爱读作轻。过来，不敌轻重，这个所在就爱读作轻。过一摆证明，因甲应这两个音早就已经读甲乱去啊。其实，这个因甲应的问题，毋是干那咱台湾人才有。你若是伫网络顶悬甲查落，你就会发现讲，大江南北的人拢有共款的困扰，毋是干那咱台湾人。所以讲应。读作因，还是因读作应，拢是合理的推测。咱来讲结论：第一，教育部的订答就写这两字，但是这两字差无文献。第二，小张建议订答就爱写这两字，原本的读音爱读作订答，但是真有可能年久月深走音去的结果，才读作订答。意思就是马载重难行。第三。马载重难行，就会增加失体的机会。不管是马失体也好，人失手也罢，拢是出差错的意思。第四，丁甲丁这两个音确实真难分别。这嘛是小张伫这集内底唯一一个天马行空的所在。今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